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尊敬也非常佩服的人，他叫史泰龙。大家来听听他在戈壁路上的一些故事。來，史泰龍，好久不見。你好，好耐冇見。大家好啊！我正名叫長遠明，花名叫史泰龍，係一位失去雙腳、長期靠輪椅代步嘅傷殘人士。分享一下您是怎麼樣從香港一路去到戈壁敦煌的？創辦人 Uncle Sally 嘅感動到我，佢話你承諾啦，承諾自不如有行動，行動帶出咗結果。哇！每日嘅善款數字不斷咁上升，唔覺㗎，50、100、100、200、100、200，咁啊累積落嚟，到我出發嘅時間咧，我已經好興奮，嗰個數字非常之可觀。到我完成咗個戈壁嘅108公里，翻到嚟到最後敗數嘅時間，淨係單係我本人超過籌到過10萬，我覺得好開心，能夠身體力行為慈善出一分力，值得繼續第2屆。到今年嘅第3屆，更加係挑戰自己嘅體能啦，同時間亦係挑戰咗為慈善出一分力，我能夠做到幾多就幾多。